大家好，我係金特利，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好詭異又離奇嘅死亡案件。事件係發生喺2008年嘅廣州，一名23歲正值人生美好年華嘅少女譚靜，好離奇咁由廣州東風廣場某棟住宅30樓嘅廁所窗口墮樓，屍體橫掛喺11樓至12樓之間嘅橫梁上。死狀恐怖，而且身上只係着底衫底褲。而喺佢墮樓嘅時候，嗰個單位裏面有3名韓國籍男子。究竟譚靜點解會墮樓？佢係死於意外，係自殺定係被殺呢？據住喺附近嘅人所講，半夜聽到好大嘅爭吵聲，其中聽到一句3個人點可以淨係俾1個人嘅錢㗎？而且有目擊者指稱凌晨時分看見3名男子將一名飲醉嘅女子帶返住所，因此傳出女子係因為嫖資問題被拋落樓。但係後來經過調查，確認咗譚靜嘅身份並非性工作者。佢1985年出生於河南，2003年考上咗廣東亞視演藝職業學院，畢業後成為香港亞洲電視台簽約藝員，演出過《雙生兒》、《女友愛撒野》、《功夫王》等電影。仲有大班密令、心不再遙遠等劇集。後來佢被韓國經紀公司睇中，簽約去韓國發展，拍攝過多部廣告，亦都擔任過金鐘國原地踏步嘅 MV 女主角，學識咗流利嘅韓語，收穫咗唔少粉絲。但後來因為唔適應韓國嘅生活，而選擇返國內發展。譚靜有少少名氣，雖然我哋唔能夠排除佢可能以性工作為副業。警察最後嘅調查結果係以無他殺嫌疑自行墮樓死亡作為總結，但案件疑點重重，咁樣總結即時引起大眾譁然。既然譚靜唔係俾人推落樓，咁佢點解會墮樓呢？點解會半裸呢？自殺嘅話又係咩原因呢？根據警察嘅調查，譚靜出事前一晚，佢嘅韓籍女友人金潤慶要返韓國，因此邀請佢同另外3名韓籍男性友人李尚明、金元徹同埋趙龍元同行。5個人一齊去酒吧飲酒，飲到凌晨3點左右。離開酒吧嗰陣時，譚靜已經斷咗片，需要2個人扶住。後來金潤慶請嗰3名男友人送譚靜返屋企，但因為唔知道佢屋企喺邊，問佢都答唔到，所以最後先返去李尚明屋企先。而譚靜最後就係從李尚明嘅屋企墮樓身亡。據李尚明嘅口供所講，返到屋企時候，譚靜開始發酒癲，仲因為覺得悶熱，除咗件上衣，剩返背心，又大吵大鬧話要出去。後來3個人強行拉住佢，仲將佢單獨鎖喺廁所裏面。一段時間之後就靜咗。李尚明打開廁所門，發現譚靜唔見咗，揾勻晒幾間房都唔見佢，所以就報警。睇到呢度，我哋就開始會疑惑，譚靜個女性朋友金潤慶真夠義氣，丟低飲醉咗嘅譚靜，俾3個男人就走咗。而譚靜雖然喺度發酒癲，但係嗰3個男性朋友都唔應該好似韞住一隻狗咁，將譚靜韞喺個廁所裏邊等佢自生自滅啩。而警察排除他殺嘅原因係發現現場冇打鬥嘅痕跡，而且譚靜嘅衣物屬於自然擺放喺客廳，而廁所馬桶蓋上邊有踩踏嘅痕跡，而佢半裸嘅原因係喺墜落途中衣服被刮開脫落，仲有譚靜體內血液酒精濃度極高。墮樓之前亦都冇發生過性行為，亦都冇吸食毒品或者服用安眠藥等等，因此判定佢係自行墮樓身亡。即使警察判定譚靜為意外死亡，但外界仍然眾說紛紜。譚靜母親亦都認為女兒死因疑點重重，但因為證據不足，只能夠向嗰4名韓國人，包括金潤慶，提起民事訴訟，索賠42萬元人民幣。最後，廣州市越秀區法院認為朋友聚會飲酒，
應該有互相照顧之義務。但另一方面，譚正係具備控制自己行為能力嘅成年人，所以譚正嘅墮樓死亡，佢本人應該承擔主要責任，4名被告承擔次要責任。最後判處賠償126000蚊俾譚正個母親。有媒體採訪到譚正生前嘅幾個好朋友，包括佢嘅第一位經紀人錢天。錢天回憶返最初點樣認識譚正，係因為佢嘅公司正在拍一個影視廣告，需要幾個年輕嘅女孩參與拍攝，而譚正當時嘅男朋友認識錢天，所以就介紹咗嗰時仲喺廣東亞視演藝專修學院讀書嘅譚正俾錢天認識，雙方合作愉快。錢天堅決認為譚正絕不可能會自殺，佢話佢其實好中意喺演藝圈發展，而且佢亦都唔係一個隨便嘅女孩子，甚至可以用潔身自愛嚟形容。佢有好多老闆追求，好老實咁講，如果佢願意揸賓士寶馬絕對冇問題，但係佢希望通過努力得到呢啲，而且佢個性好爽直。講得更難聽啲，即使佢被強姦咗，佢都唔會去自殺，佢一定會去報警。仲有佢死嘅時候衣不蔽體，就我對佢嘅了解，即使退一萬步話佢自殺，佢亦唔會着得咁難睇去自殺。錢天堅決認為外界所爭議嘅譚正係妓女，死於嫖資糾紛等諸多猜測係錯嘅。譚正嘅死係悲劇，死得好唔抵。而最初嗰陣傳出嘅點解3個人會俾1個人錢，到而家冇人敢企出嚟承認有講過呢一句話，好可能只不過係網上穿鑿附會，加鹽加醋咁嚟嘅。而又有另一種講法係譚正喺廁所用手機同佢男朋友嘈交，所以有鄰居聲稱當晚聽到單位內發出激烈爭吵聲，而譚正因為受酒精影響，一時衝動從廁所窗口往下跳。最後我哋嘗試總結一下，既然警方已經排除咗他殺，錢天又極力否認譚正會做妓女，咁譚正之死只能歸咎係由酒精引起嘅不幸意外啦。而呢張半裸吊喺半空嘅相，好難唔會令人作出無限聯想，所以先至有被謀殺當妓女嗰啲故事情節產生出嚟。而我諗仲有一個更深層次嘅原因，係人民對警察嘅信任度低。通常一單死亡案件，警察快速判定為意外或者自殺，公眾都會往有所隱瞞、另有內情嘅方向去諗。尤其是年輕女子半裸跳樓咁容易令人浮想聯翩嘅畫面，大家又覺得點呢？可以留言講出你嘅意見。好啦，譚正嘅案件我哋就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